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是真实的。”各位家人们平安。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在礼拜的一开始，用敬拜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已经将一切都更新了。阿们吗？让我们一同来拍手来赞美。谢谢主赏赐我们的新的生命。主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到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全以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彰显，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彰显，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从头来赞美他。主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去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彰显，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彰显，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来，更多来宣告。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彰显，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心高高全能君王，你荣耀彰显，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全世界看见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彰显，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全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全世界都看见，全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我为主发光。哈利路亚！让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谢谢你将一切都更新，阿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用我们的敬拜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主啊，你在经上所记，就是今天我们的圣经共读《使徒行传》17章27节。神这样做是要我们能够寻求到上帝，或者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你。其实上帝与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近，相距不远的。谢谢你，谢谢天父的慈爱，用这个温暖
用温暖的经文来光照我们的心。谢你，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你赐最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看顾我心里，使我能得的坚固。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美好的救主，美好的救主，患难时刻，你是随时的帮助。主你赐的平安，胜过这世界。一生信靠你，不怕任何风浪。心事的天赋，主啊，你看顾我的心里，看顾我心里，使我能够得坚固。你照亮我道路，你照亮我道路，引导我脚步，引导我的脚步，我全部生命都愿顺服。我要永远敬拜你，在我生命中，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
说你永远都是唯一，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我亲爱救主。有谁能够叫我与你分离？我要不住敬拜你，愿你永远能喜悦我的生命，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求你满足，求你满足我的渴慕，愿紧跟随我救主。亲爱的救主，所以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我们的生活、行动和存在都在于你。主啊，你对我们说，你不再隐藏，使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你。谢谢你这么坚定的爱，还有指引我们，使我们的一生能够紧紧跟随你。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如同敬拜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我向左或向右，我向左或向右，并听见声音说，必听见有声音，这是正路，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以艰难当饼，虽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困苦当水，我心依然要仰望耶和华，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向左，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虽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坚定于你，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坚定于你，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
生要紧紧跟随你。主啊，我一生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紧紧地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能够安歇在溪水旁，躺卧在青草地上。虽然有仇敌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你用你的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能够福杯满溢。主啊，求你再次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在今天，在此时，在此刻，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一生所依靠的。我们将我们的自己全人献上，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跟你旁边说，神是我们永远的神，神是我们永远的神。弟兄姐妹，请坐。在这个礼拜开始，暑假即将进入暑假。好，那在暑假当中，除了天气炎热，还有教会的事工服事，也是在一年当中是让我们能够快速成长的时刻。跟你旁边的说，暑假是快速成长的时刻。暑假是快速成长的时刻。那也邀请大家暑假当中呢，可以早起，可以来参加圣经的共读。如果没有办法早起，你也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能够一起来读圣经。借着上帝的话呢，能够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第18章的24到28节。那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的经文，从24节请。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25。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26。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27。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最后一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28节，我们再读一次。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位亚波罗是一个非常有口才、非常有能力，而且是个年轻人。他在以弗所的地区，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要把上帝所给他的能够与人来分享。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还不晓得什么是圣灵的充满，但是呢，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去与人来分享这位耶稣，就是旧约，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基督。所以今天牧师要继续沿用2个礼拜前分享的主题，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这个人非常的有口才，非常有能力，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到以弗所，没有人去到哥林多去传福音的话，这个人他的口才、他的能力只能够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是没有办法用在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今天下午这个牧宣他去透过里长邀请了我们同里百货对面一个那个叫什么陶漫馆，这个桃园的漫画馆的馆长、社长还有执行长，他们2位呢来到我们教会，然后我们在一起讨论关于今年迦南教会60周年，可以来合办一些的活动。那一问之下呢，里长也引荐之后才知道，原来这2位都是基督徒，都在的 Hope 教会聚会，所以就跟我们来分享之后呢，发现很让我们惊讶的，他们真的是为了他们来开这个陶漫馆，是为了要来为主做见证，是为了要来传福音，你知道吗？我们在最面的教会离他们最近的教会不晓得，但是他们真的是带着上帝所给他们的使命，他们是要透过来接触年轻人，来传福音。但是呢，更让我们讶异的是，这2个，一个社长，一个执行长，
一个受洗2年，一个受洗2年半，跟陈汉差不多。可是呢，他们却非常的火热。所以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够为上帝来火热？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能够把他们的目标志向通通转为耶稣而做，为耶稣而活？甚至当我们带他到2楼礼拜堂，然后参观礼拜堂的时候，49号礼拜堂，然后看到桌上摆的这些手钟，然后牧轩就放了一个手钟的这个影片给他们听。那个社长一听就流眼泪，他说他很感动这样子。我相信真的是上帝在末后的日子所要做的奇妙的事情，就是神要召集天下各邦各族各方的人来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阿们。跟你旁边说，神要使用天下各邦的人来成为上帝的器皿。神要使用天下各邦的人来成为上帝的器皿。这些人可能在世界各地，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他不可能自己有一天做梦，或是自己有一天看手机，或是自己有一天突然脑筋一闪，我要信耶稣，我要去教会。一定是有人去接触他，有人去邀请他，有人去开启他。所以呢，这也成了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来奔走世界各地呢。一方面我们除了去旅行，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各个不同的角落去啊。我们当中有人是学观光的，婕妤今天不在婕妤在，他是学观光的这是他的专业啊。那这个旅游休闲产业的结构演进呢，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初阶旅游呢，就是叫做到此一游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然后呢，一下买土产一下拍照打卡然后吃什么住什么，然后坐什么车，这就是到此一游。但是呢，有感的旅游是什么呢？就要有精致的感受，要能够有故事。你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听到感动的故事，或是能够分众。你跟大家不一样，大家都来花莲，大家都来苗栗，可是你来这个地方跟大家来这里的目的不一样。还有休闲化、主题化，这是进阶的。那再进一阶呢，就是要有品牌的主张，这是对旅游业来讲，就要有产业，要有工厂，要有休闲，要有异业的合作，要有文创的产业，能够和不同的产业能够跨业的来整合。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跟陶曼馆也有一个整合，跨业的整合。他们是一个文创公司，但是我们是一个福音的教会。如果能够一起携手来办一个园游会，在桃园商圈这里办一个活动呢，那就是一个跨业整合。那最后呢，变成是一个生活的产业链住在这一带的人都以这个为生。像过去在台中的大甲，住在大甲镇南宫的附近，大家都做什么？卖香美金抓还记得敏轩吗？他家就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是住在那一带的人呢，就要靠这个为生。那但是呢，当这一代的人大家有一个目标，所以可能大家就有一个产业链，大家的生活就价值就会互相不断的延伸，多元的创新。所以这次我们住在桃园，桃园的有没有什么特色？我觉得桃园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找不到桃园的特色。你到那个很偏乡的地方，到很远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可是桃园呢，你真的说不上来。这个他有的别人也有，那别人没有的他也没有。所以你真的在桃园这地方要怎么样找出一个特色？不过呢，我发现我们在这个桃园火车站，接下来会越来越有特色。像我们的这个桃园火车站的改建还包括像最近整个中华路，还有在民权路桃小前面这个地区的整合，它结合了文创，结合了这个观光，结合了休闲，结合了产业，青少年，所以相信呢，我们一样可能在桃园这个市区这个地方呢，将来还是以年轻人为主要的对象。那这次呢，江南教会60周年，那我们也教会举办了3个梯次的环岛之旅那这次环岛之旅呢，名义上是去环岛，是去旅行，但是呢，其实在这当中真的是考验大家的体力，特别这一梯次呢，去的时候天气都非常的好，那你一下搭火车一下就来到新自强号，一下就到了台南，发现这里的台南气候跟桃园差很多，
好，然后到了高雄，好，这个艳阳高照，好，所以呢，有人吐，好，有人晕倒，好，然后呢，好，但是都不是年纪大的，都是年轻的，好，都是年轻的，好，所以这也让我们感受到，好，左下角那一张是马雅各，好，在160年前登陆台湾传福音的地方，好，登岸之处。你可以想象，好，那时候也是6月份，他一来到台湾，好，这么热好的气候，可是呢，他却要留在这个地方，在这边来传福音，是带着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哦！好，所以鼓励我们年轻人，好，身体要练好才能够传福音。跟你旁边说，身体要练好才能够传福音，身体要练好，好才能够传福音。好，如果你常常吹冷气，光吹个冷气就感冒，好，没有吹冷气就中暑。好，然后出去走个路就脚酸，好，然后再出去坐个车，好，就晕车，好，那你真的要传福音呢？好，都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好，都已经被这些交通，好，被这些环境所打败。但是在这一次的环岛旅行呢，好，这因为是第2梯次，所以更深的感受到上帝在一个小小的台湾，却让我们有不同的跨文化的体验。过去牧师有几年在美国的时间，美国你从这里一个州的南边开车到州的北边，才会感受到开了700-800公里，才会感受到这个环境有不太一样。可是台湾不是，你不用说70公里，台湾可能20公里，开个20公里，这个地区跟这个地区的环境文化就会很不一样。可能来到了客家，可能来到了海边，可能来到了原住民部落。只有短短的几公里的路程，台湾是一个非常有不同的文化族群，但是呢，在这当中都会看见上帝的道，冲破了那个族群的隔阂。语言不同，有的讲客家，有的讲华语，有的讲闽南话，有的讲原住民。可是呢，居然上帝的话、上帝的道能够突破这些的隔阂、藩篱，而且呢，都能够只要提到上帝，大家呢都能够在上帝里面。就能够相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原来上帝的道早就已经来到台湾，借着福音，让即便我们住在西岸，我们住在北部，我们跟南部、我们跟东岸的人，可能平生没有见过面，也不熟识，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说我们都是教会，哇，顿时大家就觉得火热起来，亲切起来。所以上帝的道呢，好超越一切的文化的拦阻。而上一次牧师有分享，传福音是一个运动，是一个什么运动呢？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运动。我们从使徒行传第2章、第5章、第8章、第9章，你看到这一群传福音的早期的使徒们，他们去传福音，都是去告诉人，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基督，好宣讲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传福音是个运动。让耶稣这个人明白，原来他不仅是人，还是神，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救主，是基督。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前半段，证明耶稣是基督，主要是向着犹太人。但是我们看到当第11章之后，福音来到了北边的安提阿教会，很多的外邦人继续把这样的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也在做同样的运动，向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对象不一样，对象是不认识上帝的人。犹太人他们是读了旧约认识上帝，可是呢，接着使徒行传的脚中是向这群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的使徒，他们走出舒适圈，那他们从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然后第一站来到了塞浦路斯，第2站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接着呢，上帝又把他们第2次的布道旅行，把他们带到了欧洲的菲律宾，然后接着他们来到了当时非常强的希腊古典哲学的地方发源地，然后再带他们到哥林多，当时罗马帝国的第4大城，接着呢，再把他们带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牧师找了这6个地方，也分别运用保罗在这6个地方不同的地方的旅行，他如何向住在那一条塞浦路斯、比西底的安提阿、腓立比、雅典、哥林多、以弗所，像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如何跟他们来介绍耶稣？这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一个很大的乐趣。所以第一站是塞浦路斯，我们说一次塞浦路斯。今天你要去这个地方呢，你要
花很多的钱买机票，而且还要搭渡轮，有的坐这地中海的渡轮啊，很多人都喜欢去这个地方。但是呢，在当时塞浦路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观光景点。可是保罗他的第一站来到塞浦路斯呢，他是帮助这个地方的一个通达人，也是这个塞浦路斯的岛上的省长，让他分辨谁是救恩之子和魔鬼之子。这段记载在13章的第6到12节。这里有一个术士，这个术士叫做巴耶稣。那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所以巴拿巴是谁的儿子？拿巴的儿子。这个巴多罗买是谁的儿子？多罗买的儿子。对，那巴克里是谁的儿子？克里的儿子没有，因为巴克里是台湾的宣教师，他是巴克里他爸的儿子。但是这个耶稣意思是救恩，所以这个巴耶稣，如果因为我们读的是中文，如果你是用希腊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救恩之子，他是一个救恩的之子，可是他却是用术士，然后呢常常和省长叫做士求保罗在一起。可是他用术士呢，让这个省长呢，虽然通达人有学问，但是没有明白真道，以至于保罗他们来传福音，然后他就带领这个省长，可是这个巴耶稣救恩之子却一路的破坏，所以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就斥责这个巴耶稣救恩之子，说他是名字虽然是救恩之子，可是实际上是各样的诡诈奸恶，是魔鬼之子，是魔鬼之子。所以上帝的手要临到他，他会眼瞎看不见。果然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巴耶稣的身上，让保罗他的这个作为呢，帮助了这个塞浦路斯岛上的省长是个外邦人，或许他没有读过犹太人的圣经，或许他从来没有去过会堂去聚会，可是因为保罗这个举动，让他认识了真正的救恩之子不是巴耶稣，而是耶稣基督，而真正拦阻他信耶稣的反而是魔鬼之子。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给人，就是要帮助人看见魔鬼怎么样在吞吃杀害人的生命。跟你旁边说，魔鬼在吞吃杀害人的生命，吞吃杀害人的生命。传福音有时候他不是看不见耶稣，而是因为他的眼睛被蒙蔽，他被魔鬼的谎言所蒙蔽，所以以至于他觉得这个耶稣呢是洋教，是外来的，这个耶稣呢是西方的，不是我们台湾人，不是我们东方人，不是我们华人所信的，以至于他被蒙蔽被遮盖。但是当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圣灵的充满，去斥责看破那个魔鬼的诡计，去斥责那个魔鬼，去捆绑那个撒旦，那魔鬼退去。所以后来这个省长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就相信，成为他们出来传福音塞浦路斯岛上信主的人。而第二站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今天还有很多的考古的遗迹。如果你要去旅行呢，也不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你一定要先读过使徒行传，一定要先明白这些使徒行传为什么他们这个地方有被值得纪念的地方。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他们向这里的人介绍救世之道和赦罪之道。这个救世之道呢，保罗他就在跟这些外邦人介绍，救世之道是传给我们犹太人的，但是弟兄们，你们这些外邦人应该知道，这个赦罪之道呢，是由这人，就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因为耶稣已经吩咐我们这群传福音的人要做万邦之光。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保罗让这一群住在比西底安提阿的外国人、外邦人，没有去教会、没有做过礼拜的人，但是让他们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道是可以让人得救、拯救世人的。而且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道是可以让我们罪得到赦免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那个罪恶当中脱离，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会一直不断的陷入在那个罪恶当中。可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我们过去偷窃的、抽烟的、说谎的、欺骗的、这个赌博的、诡诈的，但是因着耶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让我们从罪中得到赦免。而这份礼物不是只有给犹太人，是给万邦所有世界上的每一份的人。
所以保罗他就跟比西底的安提阿来介绍，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第3站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呢在监狱当中发生了一个故事。这条罗马大道上呢，保罗就在这路上被殴打，被拖去关在监牢当中，和他的伙伴，因为他们在这边传福音呢，被人家嫉妒，被人家陷害，被人家教唆出来，叫一些流氓来殴打，打他们，把他抓去关。可是他们被关在半夜的时候呢，他们却在那边祷告、唱诗、赞美，甚至呢，所有监牢当中的囚犯都听见，以至于呢，地大震动，监牢的门都打开，所有的犯人都跑光，而这个管犯人的这个狱卒呢、狱警呢，非常的紧张因为在使徒行传12章就看到一群人是看守的彼得，就彼得半夜跑掉了，天使帮他开门带他出去，隔天这些看守彼得的人16个人一个一个通通被杀了，所以这个狱警呢很紧张，他就看见这个2个人保罗和希拉没有跑，他就问2位先生，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因为呢，他知道他大祸临头，他看管犯人居然没有看好，明天呢，他的长官知道了，他一定要被拖出去砍人、杀了、宰了。可是呢，保罗却在31节，红色框起来的字，我们一起来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时候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跑来告诉你某某某呢怎么办？我这个报告明天没有交，我就被炒鱿鱼了。某某你的同学跟你讲说怎么办？我这个作业没有交，我就被当掉了，我就被退学，就被212了。或是某某某，我这笔资金如果没有周转的话，我可能我的公司、我的事业就失败就倒了。你要怎么回他？你要记得保罗所说的这句话。这个狱警呢，他也是面临的生死难关，怎么办？他只是想知道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死定了，我还有妻子，我还有小孩，我还有家要养，我还有很多的人要照顾。可是呢，现在犯人都跑光了，明天呢，换我自己，不只是被关起来，被关起来还小事，我被杀了，那我的妻儿家小怎么办呢？可是使徒们给他的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保罗、希拉不说好，没关系，好，我们来假装，我们再去多找几个犯人进来一起关。我们今天晚上就不睡觉，帮你把这些监牢的门通通把它修好。我们今天呢，通通出去帮你路上把所有的犯人抓回来，这样你明天就会解决。他不是，他只有告诉他，相信主耶稣，你会得救，还有你的家人都会得救。好，其实这句话可能隐隐约约在告诉他，即便你真的被你的长官拖去砍了，你的家人会因着耶稣也会得救。但是呢，好，如果我们看了这是昨天的经文，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呀，上帝真的是很奇妙，让这个长官呢没有把这个账出在这个狱警的身上，反而保罗、希拉他们就赖在里面监牢里面不走，所有犯人都跑光，可是他们都不跑光，可是他却不走。最后呢，还是当地的长官、狱警的长官进来监牢里面，把他们请出来，而且在那个夜当中，那一夜里呢，这个狱警和他们家人全家妻小，通通都受洗，所以他们是圣经说他们是满心的喜乐，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他们不害怕明天天亮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短短的几个小时当中，他还为他的人生、为他的事业前途在紧张。可是耶稣的话、耶稣的同在进入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居然跟保罗、希拉一样，自己被打被关不要紧，还在那边祷告，还在那边唱歌，还在那边哈利路亚感谢神。如果你今天出车祸，如果你今天被警察开罚单，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不顺利的事情，你来参加聚会，你会真的想要有这个心情，能够感谢神、赞美神吗？当你能够感谢神、赞美神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在你的身上，让你不会去看重这些的烦恼和忧虑，而是你只有看见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三站。第4站呢，来到了非常出名的雅典。在保罗的时代，雅典是世界当时非常出名的地方，而在雅典的人都是当时非常有学问的人。透过伊比鸠鲁、斯多亚这些比较晚期的希腊哲学家，
还有更早期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好这些的哲学家，他们所留下来许许多的哲学，好曾影响了希腊，而这希腊就透过亚历山大，好就影响了整个波斯帝国。后来呢，罗马帝国接收了希腊帝国，就把这整个产业呢，通通都归并在罗马帝国底下，都在罗马帝国的管理之下。可是呢，保罗来到雅典，这可以说当时全世界好像是今天的哈佛大学，好可以说是今天这个最顶尖、好最有学问、好最有学术气息的地方。他来到这边，好保罗算老几啊？好保罗算什么？可是呢，上帝却使用他来到这里，不仅是来旅行，他是为了福音而被不得辗转来到雅典这个地方，而且呢，他就在那个雅典的山上，好雅典卫城的对面亚略巴谷的山上，这是一个开议会的地方，来向所有在这个地方的人来介绍一位神。这位神呢，虽然他们没有提出他的名字。但是呢，这位神呢，保罗所引用的，他用的诗，用的希腊人他们所懂的、所听过的诗，让他们哇，原来有一位神从创造开始，到赏赐万物给人，甚至呢，他也进入到人的心思意念当中，这位神都能够了如指掌。这希腊人呢，雅典人听了非常的着迷，哇，我们拜了阿波罗，拜了雅典娜，我们拜了宙斯，我们拜了很多的神。可是没有一个神能够像你现在介绍这个神，有这么多的事情同时都在一位神的身上。但是保罗的重点是最后红色的地方看得到字吗？如果看得到，我们一起来读读看。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原来这位神呢，是要怎么认识呢？保罗告诉这群雅典人，第一个，你们要 repent， 就是要 U-turn， 要一个180度的悔改。悔改就是你们过去不认识，但是你们现在听到之后要认识；过去不接受，但是你们现在要 U-turn， 要接受。而且这位神呢，他已经定了日子，将来要来审判天下。所以希腊人他真的说中希腊雅典人的心。希腊人曾经是希腊帝国，跟着他们的老板亚历山大大帝，哇，多么的风光！可是只有短短的几年，快速的登上世界的霸主，却又快速的分裂。亚历山大太年轻就死了，王国分裂之后，后来被罗马所并吞。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的风光已经过去。可是呢，还有一个比现在罗马帝国更风光的神王要来审判天下。这位神他已经自己从死里先复活，成为万人可信的凭据。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就来跟当时非常有学问的雅典人来介绍福音，证明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基督。第5站，他又从雅典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就在希腊半岛的最南边的靠西边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漂亮、靠海、气候非常好的一个半岛。而他来到哥林多传福音的策略呢，上帝感动他，让他在这个地方停留比较长的时间，总共有18个月，在这里有18个月，1年半18个月的时间呢。本来他来到这个哥林多，看见哥林多城呢是一个非常淫乱的地方，因为它算是一个不受控，而且在这个哥林多，虽然人很多，可是有很多的奴隶，有很多其他国家来的宗教文化，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呢，是非常的奇异，去敬拜神，还要跟敬拜神的庙祭，还要行淫，还要发生淫乱关系，这也是在敬拜的一环当中，很像我们今天的一些邪教，要跟教主就要跟他发生关系，才能够什么修什么行，修什么灵肉双修，然后呢，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怎么样？但是呢，保罗呢，本来在这个地方，他呢，不晓得怎么样跟这地方的人来见证传福音，因为呢，他发现在这里，第一个没有要有一技之长，所以上帝为他们安排了一对夫妻，也是从罗马来的犹太人，就是百基拉、雅居拉。
保罗就和他们一起做帐篷，织帐篷，在这边能够维持生活，他才能在这边传道1年半，才能够不会被饿死。而且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也透过了犹太人的会堂，接触了哥林多人，不同的外邦人。但是呢，他在这里领受到一个意象，就是上帝给他在外邦当中传福音的策略啊。红色的字我们也一起来读，请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很多人不传福音，就是前面这3句话，我们很害怕，所以不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不传福音，是我们嘴巴闭起来，都不去想，心里面有在想，可是嘴巴不要讲。还有第3个就是我们沉默，你应该发声，应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可是我们却选择了沉默，以至于福音就没有传出去。保罗他来到了哥林多，看到哥林多很多败坏的现象，可能他也对哥林多彻底的绝望或失望，或是觉得这个地方没救了，这地方的人没有益啊。可是呢，神却在异象当中告诉保罗，不要怕，就算这些人很坏，可是呢，我会与你同在，只管讲，就把你过去传福音所会的，你就告诉你讲就对了，后面什么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不要沉默，不要不出声，因为上帝会与保罗同在，而且也不会有人下手来害你，因为在这城里面，上帝早已经预备许多属于上帝的人，所以保罗能够在那边1年6个月，总共18个月。前面他是到了腓立比，被赶、被打、被关，然后去到帖撒罗尼迦，去了庇利亚，一路的被追杀，逃啊逃，逃到了雅典，然后到了雅典之后又来到哥林多，但是他居然可以在这里1年6个月，能够把上帝的话带领他们共读，可能跟我们今天一样，他们一起读神的话，他们就是在这边专心来学，因为他们都不是犹太人，没有这个旧约的背景，可是呢，他们渐渐的明白和知道。而最后一个地方，保罗3次的布道旅行，他在这6大地区呢，来传福音。最后一个地方是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在今天也有很大片的这些以弗所的遗迹啊，不过都是在保罗的年代在后面一点，所以保罗比这些的古迹呢还要再早。但是在以弗所呢，他所做的工是让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主的道。怎么可能？亚细亚是跨好几个省，就是整个亚洲，就是爱琴海以东。可是呢，保罗居然来到以弗所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这是第3次的布道旅行。那当时这个亚波罗来过以弗所，在这边传道传福音，带领人信耶稣。可是信耶稣的时候呢，没有接受圣灵，以至于他们没有传福音的动力，他们只有自己接受耶稣，可是却没有出去跟人家分享耶稣的能力。可是当保罗来到之后，就为这群信徒门徒祷告之后，让每一个人点燃他们一开始使徒行传传福音的热情，传福音的火，以至于保罗后来在这边停留，先3个月，后来又2年，总共有2年3个月。2年3个月下来，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读，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只有2年3个月时间。牧师曾经在迦南教会6年半，又去嘉光教会4年，那在桃园10年。可是呢，在这个地方住这么久，你要知道说要让桃园的人都听见福音，有没有那么简单？多困难啊！但是保罗只有在那个地方以弗所2年3个月，让亚细亚跨好多的省，一直到我们刚才讲到的比西底的安提阿，到那一带去，都的教的人呢，不论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希腊人，他们都听见主的道。怎么做到的？他们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共读，没有 YouTube， 没有这个自媒体，他们也没有广播，也没有录影带、录音带。他们必须要派更多的人出去，才能够让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看到启示录的7间教会，
就是在以弗所，从以弗所画一个时钟，这样刚好有7间教会。所以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传道，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断的出去，不断的往外。在这次布道旅行当中，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去到了这几个地方。那一个是在左边呢，是在花莲的瑞穗的迦南教会迦南教会去到看到教会的门口写着迦南教会，我们后来拿到了奉献证明迦南教会收到迦南教会的奉献。这个感觉很有趣，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没有联系上所以都没有人接待，我们就在教会的外面为这个教会来祷告。那第二次我们就开始联络接待，他们知道之后所有的长老都出来都来迎接桃园来的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且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这边的地方的故事。他们都是在那个地方原住民阿美族在部落当中长大，那他们在那边的环境其实真的都离市区、离海边也都有一段距离，可是他们就是坚守祖先所留下的地方，他们就是在这边带领这个地方的信徒还有小孩子，因为年轻人都外出。那他们也提到说他们教会呢因为资源有限、会友有限，然后真的奉献也有限，他们正在为一个厕所新建厕所在募款。结果我们那一团去了之后呢，大家听了之后，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说：“哎，我要奉献，我要奉献。”有人认领说：“我要认领这个厕所。”为这个哇，他们都很感动。所以2个迦南教会都很感动。但是这个呢，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就是上帝的作为是很奇妙。如果我们都只有在桃园，我们都只有在各自的教会，你听不到外面的故事，你没有办法明白外面的发生是什么事情。右上角是在台东的布农部落，这个白牧师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可是呢，他对着英文的坚持，还有他一直希望能够回来他的部落，因为他小时候就是受到歧视然后他考上了师大，算很厉害，要去当老师。结果呢，因为他是一个拿拐杖的小儿麻痹，而且他又是个原住民，是个布农族。结果呢，师大居然把他退学，不让他去念。后来他就转念了基督书院，念了基督书院，后来间接的当传道，然后回来部落。但是今天呢，他在这部落呢，开发的地方，把这个布农部落最辉煌的时期，员工呢有100多个员工，100多个。我们教会有8个干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呢，他们部落当中聘了100多个人在这边上班，在全盛时期。今天呢，虽然已经30年的历史可是呢，也见证上帝的作为。还有像右下角这个鹿野教会，我们去但是在这趟的环岛旅行其实呢，都是一个看见耶稣是基督，耶稣在台湾的各个不同的族群、部落、文化、语言，使用不同的语言当中，每一个人都承认耶稣是主。这个这么棒的信息，这个这么棒的消息，我们怎么能够不去跟人家来分享？那这一团当中呢，也有不同的教会接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邀请，跟着一起去。甚至呢，也有这个还没有受洗，是我们在据点的兴趣班的这个据点的伙伴，也有跟着去，或是也刚刚才受洗，还在吃素的姐妹，也跟着去。可是去的时候呢，当他们开始看见、听见，上帝很奇妙的作为，连这个导游他已经是第2次带我们，是这个雄狮旅行社的导游。那牧师也挑战他说：“导游，你要不要带我们来做谢饭祷告？”他真的差一点要拿麦克风起来做谢饭祷告。不过呢，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一团，还有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那他一直跟着到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所以他也渐渐的发现说：“真的，上帝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神。”牧师做一个整理，迦南教会我们出去环岛、出去旅行，出去呢，我们是为了庆祝60周年，而且对我们来说是增广见闻，而且我们也看到上帝很多的神迹奇事。还有追寻这些信仰前辈的脚踪，不论是160年前的玛雅各，或是400年前的荷兰人，荷兰的这群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当然，这个旅行当中也有吃喝玩乐去逛夜市高雄的夜市、花莲的夜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当中留下美好的见证。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看见，如果是在不同的教会，我们去对他们带来什么呢？我发现给这个当地的教会带来信心，因为他们很讶异，我们这么偏远，这么远的教会，你们竟然愿意来，而且还开着游览车来。当这游览车开进去那个山上的小路，再进去到他们部落的当中的时候，真的是对他来讲很特别，不可能会有游览车来的。结果呢，上帝居然派了一台游览车，然后呢还带一群人来这边，为他们关心，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而这些的各地的教会也可以分享他们的困境，那他们也得到被同理、被支持。好像有一个牧师，他分享分享了40分钟，我们大概每一站都停留30分钟，那预计停留30分钟，可是他光分享就分享了40分钟。他说他本来准备了1小时，那但是呢，后来我也在车上的时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说，你看他们教会总共做礼拜就是20个人，今天我们来这边30几个人来，都比他平常做礼拜的人数都要多很多，所以对这个牧师来讲是一个很慎重、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能够听他分享40分钟，其实就是给这个牧师最大的支持。否则他一个人在这边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有结婚，对不起，有结婚，但是他一个人在那边牧会，可是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支持，而且让这些各地的教会他们渐渐的发现，我们教会是有亮点的，我们教会是会有人来参观的，他们就开始找出他们的特色，甚至透过奉献还有联系，好像我们这次第2次去，9月还有第3次再去的时候，这次再去的时候呢，大家的关系就会更 close 更紧密。某种的程度来看，这好像也是一个短宣队一样，在跟各个地的教会在建立关系。但是不是短宣队有时候是1年1次，但是我们是透过1年3次，然后不同的人这样来，所以很多人每次参加完回来之后，都觉得哇，这个很棒，甚至有人去了还想要报第2梯，有人去了第1梯，觉得还想要再去第3梯。但是我们从迦南教会和不同地方教会呢，我们也可以回到使徒行传，当时的犹太教会就是一个本位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向犹太人传福音，你大概就要提这几个通关密语，要讲亚当夏娃，要讲亚伯拉罕，你要讲到埃及为奴的事件，讲到摩西的律法，你要引用大卫的诗，你要讲出先知的预言，你就要有这些的知识能力，你就可以跟犹太人来传福音。可是呢，你要跟外邦人讲亚当夏娃，谁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你要跟外邦人讲亚伯拉罕，他也不认识，讲摩西大卫，讲先知，这些他们都不懂。可是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不是把这些语言转换，亚当夏娃，结果保罗在雅典告诉他们，神创造了人，从一本创造出了万人，亚当夏娃，人从哪里来？还有神跟人之间是有约定的，神人之约，还有人要如何的得救，因为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是曾经在埃及为奴隶，但是他们不用再成为奴隶，能够得救，所以对外邦人来说也要得救。好像那个在腓立比监狱当中的狱警，他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死定了，我要怎么样得救？但是保罗西拉回答他一句话，让他的信心整个起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果然隔天他们当夜半夜全家受洗，隔天果然平安没事。所以他后来成为腓立比教会的同工，可以继续在教会里面来聚会。还有呢，透过外邦教会，就是让他们看见神的道，就是神的话，神的性情，你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喜怒哀乐，还有透过先知的预言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过去的使徒行传是这样，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你要跟你的同学朋友，你可以透过这些的议题，让他来认识神，人从哪里来，神跟人的约定是什么，人要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可以找到神的路，明白神的性情，明白神的旨意。从这个保罗他去这6个地方的布道，看见在塞浦路斯分辨魔鬼之子善与恶，然后呢去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他在那边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使救世之道和赦罪之道是要给万邦的，好像透过亚伯拉罕，万人要因你得福。而去到了腓立比，告诉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再做奴隶，不再被
死亡所拘禁、所辖制。去到了雅典，就是告诉雅典人这群最有智慧的人要悔改，要相信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而这耶稣将来要再来审判。而去到了哥林多，这群罪恶之城，你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会看到这个娶自己的继母，就是跟爸爸的小老婆娶爸爸的小老婆，这种淫乱的事情都会发生，这在教会当中也发生。但是神要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而去到了以弗所，在那边2年3个月，派更多的人被圣灵所充满出去，勇敢的为耶稣来做见证，而让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都能够听见主的道。这是使徒行传过去、现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写使徒行传。你可以向已经认识神的人，还不认识的人，可以跟他们来传福音。而在今天的信息最后，牧师有3个观察，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我们会想要看神迹奇事来传福音，可是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神迹奇事的出现是有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目的，但不是365天、366天都在神迹和奇事，并没有。你会看到彼得保罗他们出来传福音，他们不是用神迹在传福音，他们是靠谁？靠教会的长老。所以当保罗他用神迹医好一个跛脚的人，结果呢，在那个地方路斯德城的人呢，看见这个跛脚的人好了，就把保罗和巴拿巴当神明来供奉，一直要向他们来下拜。所以这个神迹他们并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反倒是后来他们离开了路斯德，到了特庇，然后为各教会按立了长老，为这些长老祷告，和长老们一起禁食之后，把他们交给主。结果这些教会依然在那个地方来坚守岗位。所以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到很多的神迹和奇事，是要看到很多的长老。跟旁边说，在教会不是要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教会不是要看到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说，在教会要看到很多的长老，在教会要看到很多的长老。我们在座有几位长老？有立珠长老，有嘉硕长老，今天有2位长老，但是很年轻的长老。当教会的长老越多，也代表嘉硕立珠是第54个长老，嘉硕是第55或56个长老，就是迦南教会60年来第55、56个长老。那所以平均1年接近1个长老。但是一个长老呢，要花多久时间呢？要做2任的执事，8年，而且中间还要轮休1年，可能要9年以后才能够当上长老。9年在教会的操练是一个相当漫长。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这50几位历年来50几位的长老，每一位长老大概几乎每一位长老都是非常的忠心在迦南教会，而且你也看过。很年轻的30几岁就担任长老，然后呢，一方面要忙着公司，一方面要忙着家庭，一方面要忙着事业，但是一方面还要监管教会，真的是多方的摆上。但是上帝也很祝福，因为有这一群的长老，比神迹奇事更重要。第2个观察呢，就是辩论。有很多时候，保罗花很多时间在跟其他的犹太人在辩论，可是辩论来辩论去没有结果。反而是开会呢，最快得到共识。在使徒行传15章，这个要不要接受割礼的事情，用辩论的，用挑战的，然后辩论半天，没有结果。可是当把这些的辩论的议题呢带到会议当中，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他们也是让大家发言，最后做出议决，议决写在信件，这个信件带到各个教会去之后呢。所有看到这信上话的人，弟兄姐妹，大家就得到鼓励。所以在教会要学习开会，不管是我们在夏令营，我们在短宣队，在教会的事工，很多都是借着开会，让大家的共识可以凝聚。而在这过程当中，也看见圣灵的带领。最后呢，看到就是分裂会留下遗憾，但是团队呢会开花和结果。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有遭遇分裂，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事件。为了一个约翰、马可，就会2个人就分道扬镳。
但是呢，这对教会历史上来讲是一个遗憾。可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分裂，让他们各自需要再找人补人进来，所以提摩太也在这个分裂当中加入了保罗的团队。如果没有这次的分裂的话呢，提摩太可能不会出现，提摩太可能派不上用场。提摩太呢，你可能就留在你的老家路斯德就好，你不用跟着保罗走。但是也因着分裂，保罗需要人手，需要希拉，需要路加，需要提摩太，而提摩太就一路跟到保罗的第一卷书加拉太书，跟到最后一卷书这个提摩太后书。所以保罗13封书信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写给这个提摩太。所以你也看到，这也是如果没有当初的分裂，可能就没有后来这位提摩太。但是呢，传福音需要团队，跟旁边说，传福音需要团队。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人想要去旅行，一个人想要去海边走走，一个人想要去山上看一看风景，去闻一闻新鲜的空气，你要跟谁传福音？要跟谁做见证？但是我们2、3个人出去，哪怕你真的是去海边走走，你哪怕是骑着机车乱跑，哪怕你只是去吃个宵夜，但是就在每一条的路上，都是一条证明是耶稣是基督的运动，都是一条传福音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所给我们的帮助和能力，我们不是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还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去到任何地方都能够带着圣灵的同在。好像那个亚波罗，他虽然能够告诉人耶稣基督，可是因为还没有圣灵在他身上，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当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跟主来走。所以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向不可能信耶稣的人来传福音。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哪一些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呢？今天晚上你就可以为这样的人来祷告，因为在人所觉得不可能的，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在圣灵的帮助底下，你看保罗、希拉、巴拿巴，他们去到这么艰难不可能信主的地方，塞浦路斯、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弗所、雅典，但是每个地方都会有人信主，都会有人决志，而这些人都成为很重要的同工。第二个，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到不可能信耶稣的地方。今天我们不是只有讲东西南北，有一些的庙，你会觉得这个庙都是偶像聚集的地方，这个景福宫，或是这个大妈祖的这个大庙，或是这个拜关公的庙，不管什么庙，你会觉得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有人信耶稣的。但是你要想想，保罗他来到了雅典，就好像来到了这个大庙一样；保罗他去到了哥林多，就好像去到了各个土地公，去到了正南宫一样。在那边有很多的异教的信仰，很多对于这个异教的神明的尊崇。可是圣灵提醒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到那个不可能信耶稣的地方的时候，记得这3句话：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而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操练，然后随时都能够证明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在我们人生的遇到完蛋的时刻，但是不要怕，只要信，你和你家必定要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透过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看见保罗不仅是旅行，他更把福音跟着他的旅行的脚踪带到更远的地区，也在那地区来见证上帝的信实同在。同时在那边也建立了教会，让那教会能够继续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台湾160年前神所差来的宣教师，他们的勇敢，他们的所走出的每一个脚步，都让160年后的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享受福音的果实。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同样的信心、勇敢的脚步，让我们不是只有在室内吹冷气，或是只有打键盘，或是只有看影片，而是让我们真的能够把握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当我们身边有接触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能够找到跟他们分享耶稣的福音的信息，能够带领他们来做祷告，能够带领他们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
求圣灵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来回应我们的神。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想做，或想有，一听见有声音说，这是真路，要行走在其中。虽以艰难当兵，虽以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是依然仰望耶和华。我心向左，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要行走，这是真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一生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紧紧跟随你。那么这时候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要感谢神所差来带领我们信耶稣的人，因着有他们的传福音，我们才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实，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得福。我们要向主献上感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我的父母、我的家人，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让我能够在福音当中，在教会当中来成长，也能够在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当中来成长。谢谢主，你所差派的牧者，你所差派的辅导，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来引导我的生命，能够更认识神，更认识主。主啊，求你纪念赐福在他们辛劳。第二个，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只管讲，不要沉默。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告诉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特别在人的软弱、人的欠缺上面，让我们有圣灵来的信心、勇敢与看见，能够告诉人，耶稣基督就是人生最好的答案。耶稣基督就是人生最好的解决，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困难，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父神，我们要赞美你，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位年轻人、弟兄和姐妹都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勇敢的为主来传福音。主要在传福音的路上，即便有艰难，即便有拦阻，但是求上帝带领我们，求上帝使用我们，带领我们的脚步。是我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虽以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真路，这是真路，要行走在其中。虽以艰难当兵，虽以艰难当兵，困苦当水，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真路，这是真路，要行走在其中。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我口称颂你名，我口宣告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我心坚定于你，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
要紧紧跟随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是的，天父上帝，你呼召万人都要归向你，你呼召在末后的日子要呼求主名的，就必定得救。这份救恩的礼物已经给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这份救恩的礼物也给了在腓立比监狱当中的狱警，这份救恩的礼物也给了今天的我们，还要给更多的人，在主你再来的日子当中，当我们呼求主你的名，就必定要得救。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心中能够带着圣灵的火以及圣灵的洗礼，能够带着勇敢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把这份救的礼物能够与人来分享，让人能够同得那福音的好处，让迦南教会能够不仅是在桃园中华路，在桃园市，能够到更多的地方，到更远的地方，都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兴起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教会的长老，能够来兼顾教会，能够来为兴旺福音，能够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里为主做美好的工、美好的见证，能够来喂养主你的羊群。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奉献，让我们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让我们用一种行动来到回应他的感恩。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请起立，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相思在于你，手举在于你，用我为你的成为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证明主是基督的这个旅行。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60周年当中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去外面向别人传你的福音。求你让我们可以不要怕，只管放胆的去讲。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不管是面对任何样的人，主啊，我们都可以让他们因着你的话语而得救。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金钱、才能还有自己全部都奉献给你，求你悦纳，使我们可以在这些活动当中奉献我们的一切，奉献我们从你而来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找3个人跟他说：有主同在，他已将一切都更新。有主同在，他已将一切都更新。有主同在，有主同在，他已经将一切都更新。阿门。好，那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他。主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去以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主你的恩召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
心盼望，这种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却以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凭着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主你大人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给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主你大人将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给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愿世界都看见。给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我为主发光。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请坐。好了，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平安。好，我是穆轩，那我是亲2区的区长。那我接下来是我们的报告时间。那因为 PPT 有一些故障，所以大家就仔细听我说。好，然后就是大家仔细听，因为我们没有画面。好，第一点呢，我就这边，对，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本主日的1点，就是明天的1点会检讨，就是今年的核心同工事工研讨会，会检讨今年的规划和明年的事工，所以请各位长职、区长、组长、校长、队长、协会理监事、总干事、全职同工都要记得出席。好，第2点，然后再来就是6月30号到7月5号，就是下礼拜1到6的期间，有 Advent Taiwan 来自美国约有60位的同工与本会举行同工训练，那关怀据点会照常举行。再来，本周及下周的小组暑期，那个周间小组暑期就是要暂停，对，因为有就是外宾来借用教会。然后社教60周年，就是我们的奉献目标200万。那就是在49号1楼出口处那个入口处有签名墙认线，那每一个认线是5000元，那就是以奉献者，如果你已经奉献的也可以直接签名，那奉献请标注60周年的现金。再来就是台湾领袖高峰会桃园嘉南开放场，在日期是8月9号跟8月16号，一起说8月9号、8月16号。对的，9点到5点，那就是集在的会友，就是如果你来报名，然后你全勤的话，就是有全勤奖金500元的补助。那报名期限到7月13号，额满为止。来一起说7月13号，所以赶快报名哦！目前已经有49位报名，还有31个名额。再来就是小会的报告，就是本年度7月6号要举办第4次的圣礼典，那如果你然后在7月5号要召开第573次的小会，那如果你已经报名已报名洗礼的兄弟，请于那个周6 1点至教会501教室问道理。对，那回到上一个，那我们这次的青年礼拜有4位报名那个洗礼，就是我们的黄瑜安，然后许玉婷跟李佑仁，还有吴英豪，他们有在现场吗？英豪、佑仁，还有陆正邦有来吗？
哇，一个都没有来。那我们先掌声哈，我们这次有5位的青年牧师，有5位的会友受洗哦，很棒哦。对，然后就是离我们60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接下来是总务组报告，就是7、8月的爱餐暂停，因为服侍人员不足。对，然后就是求主纪念服侍者的辛劳。再来敬拜部门的报告，就是333祷告会在下礼拜3 7月2号7点半，在33号新堂，然后主题是为宣教祷告，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我们之后会有短宣跟夏令营，都是我们宣教的重点，所以一起就是也邀请那个夏令营跟短宣的同工也一起务必到场，一起来为自己接下来的事工祷告。好，接下来，侍奉部门报告。哦，好，说那个桌游比赛，对，桌游比赛就是本主日的1点，就是在602教室，就是一样有桌游的教学，那就是这4个拉密、格格不入、招了个高或，然后做回来板斗的4个桌游，然后学这4个桌游的目的啊，是为了参加9月27号的桌游比赛。那就是如果你要报名桌游比赛的话，就是要把这4个桌游学会，那当天就会比这4个桌游。那个桌游比赛的报名费是100块。那如果就是你要报名的话，就是请到49号1楼填写报名表，然后交给那个协会总干事，然后详情就是在我们的周报上面都有详细的比赛规则可以看。好，那社区公安讲座7月2号的社区公安讲座是由江娥老师，主题是如何数算你的日子。好，然后协会征求生命教育的志工老师，那就是在下学期的时候，我们要征求大有国中跟七夕国中的生命教育老师。那他的服务时间是就是他会隔周2的1点到4点。那详细的日期我们可能要到就是那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才会知道。那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对教生命教育有热忱的，跟教学有热忱的，请你欢迎来找总干事报名，就是我协会总干事报名，或者是你找家圣长老报名。对，我们很需要就是你的加入这样子。然后灵修笔记改为笔记本的形式，那不再刊登于周报，所以有需要的会友呢，请到那个49号的中岛登记索取，那登记到7月13号为止。对，那台语圣经朗读比赛 A 组还剩下6个名额 ，B 组只剩下1个名额。那欢迎大专至国3的学生把握机会哦。好，然后肢体消息等一下，肢体消息报告是那个喜乐小组的徐永春弟兄蒙主恩召，他在6月24号星期二蒙主恩召，享年81岁。那在6月30号星期一在1点在本会的2楼举行告别礼拜。好，张云姐妹的毕业音乐会在7月1号的9点半在台北7点半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举行。那如果有大事的会友呢，请4点半到教会集合，5点会准时出发。那当天的晚餐是自理的，对，请注意。对哦，我们还没有介绍来宾哦。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请起立。哦，小桃子，我们欢迎小桃子，耶！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吗？没有了，好。OK， 这是生祭礼拜，这不是我们的。好。哦，家属长老要补充报告，那我们掌声欢迎家属长老。大家平安。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刚在这边没有报告到的，就是我们的领袖高峰会，我们的报名即将要截止那也希望大家尽快趁这个要截止之前有这个优惠价我们可以在桃园当地，我们就不用跑到台北，还是到其他的城市，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世界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座。那领袖高峰会呢，主要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该怎么成为一个领导。那我这边也稍微
介绍其中的一位讲员，他叫做大卫艾许克拉夫特这一位哦，那他现在是全球分支机构执行董事，然后他也是作家、牧师，他在美国的牧师，哦对，就是这个，他在美国的牧师，美国的教会，他的教会也有上万的哦，很多的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领导经验的一个人。那他在这堂课里面，他会提到一些领袖的等级。那他提到第5级领袖的时候，就是指谦卑有坚定意志的领袖。我们就会想说，我们会不会是他所谓的这第5级的领袖？但是我们可以跟你讲，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第5级领袖，除非你离开所领导的机构，而且他在你离开的时候会变得更好。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原来一个最好的领袖是当你离开这个机构的时候，这个机构还能更好，你才是最好的领袖。好，那在这堂课里面，他就会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去完成它，会给你个方向。所以说，你是在追逐空洞的成功，还是真正能够留存久远的影响力？那这一堂课就会教你该怎么去做。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位讲员。我们这个领袖高峰会将有13堂课，13位讲员，有13个各行各业杰出的领导者，在这边为大家传授他们的领导，该如何去让我们自我的成长。好，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好，谢谢。好，然后我要补充报告一个，就是那个2025年全国社青读经就是7月1号开始报名。那这次研读的经卷是何西阿书。那它的营会期间是10月24号到10月26号，就是5、6日3天。那地点是新竹圣经书院。那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请洽青2区的区长跟组长。好，那接下来帮我放那个就是游戏的那个。好，你们各位啊，我不是孔刘，我是对，把我当迦南金城武就好了。好，你各位啊，你们有没有好好的读《使徒行传》啊？有没有？有没有读到你的脑袋里面？有吼。来，我们下一个礼拜又到了我们的小考时间啊。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要小考内容呢，我来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好呢。我们的范围呢，考试范围就是接下来就是《使徒行传》第11章到21章，这总共有10章的范围。那游戏规则就是呢，我们会把这11章的部分经文给打乱，把顺序打乱，然后我们会把它藏在这个地方的很多的角落。那所以，请你呢，如果你拿到经节的时候，就请你要快点找出来，并且找出正确的内容。最快的那一组，我们下个礼拜会分组就获胜。好，再来，就像这样子，我们把它打乱，然后打乱之后，你就看到看到关键字呢，你就快点把它拼起来，然后拼起来之后呢，你就要像这样子，拼好了，顺序都对，但是有地方错，对不对？像这个地方，外邦人，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盐，不对，是外邦人的光，你就要找圣经，然后把这个错误的地方指出来。好，注意，问题来了，这个经节还有一个地方是错的，请问是哪里？还有一个问题，还有地方错的，然后代表你们都没有认真读哦。加回去，请好好加油。这个是13章74到48节，对，不是14章哦。所以就是经节是在哪里出现哪里是很重要的，知道吗？好，所以呢，跟隔壁的说，我们要每天来共读圣经，认真的读《使徒行传》。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我们互相彼此请安，谢谢大家。